这个衫裤若是破旧，或者是已经无下水，要安怎处理呢？是要转送互人，或者是送回收箱？其实哦，除了回收或者是单调，这个旧衫布料嘛有机会，佮变做其他无共形式的衫裤或者是卡网。另外，有设计师运用卡斯创意，把原本准备要当焚化炉的废弃的塑胶甲木材改头换面，变做实用的刀啊、椅啊甲盆栽。减碳的时代，文创设计师安怎来扮演着环保的推手呢？继续，咱就来探讨文创的循环经济学。环保意识抬头，那我们是可以从设计的角度切入这个永续的议题。想把它改成就是束口袋，借由体验的影响到他日后消费行动，产生一个绿色的就业机会，年轻人更能够返乡回来是来做循环经济。豆色的挂套，室内盆栽造型的倒椅，出现伫咱的眼睛前前，伊拢插一点仔进入本色焚化炉，会当重新改头换面，是文创设计互因的心声。这不是新衣服，这是我之前很胖的时候的衣服。对啊，你看它很宽啊，所以我想要把它改成裙子，不要忘记自己胖是什么样子。芳这废料经过精心的整理分类，参像雕饰盘，好参加一日设计师体验的民众装塔古衫。可以用这里的螺纹当腰头，然后我们就是倒着这样子改，然后让领口的设计变成你的开叉的地方。哎，这个好利哦！你不要点到我记得这个。我知道。你好了吗？好了，好了，把你加速。好，放这里。我现在先炒。好。我觉得这改得很好啊，衣服变裙子，而且突然变得实用了，然后在家里跟出外都可以穿。那它会让我想到，就是我家的还有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继续利用的，而不是再把它丢弃到我们家的垃圾间。比如说衣服就变裙子，然后衣服也可以变包包。之后我可能在买新的衣服，可能就会降低。那他们借由加入或者体验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会对废弃材料的产生有了很多的了解，可能会影响到他日后在做一些行为或消费的时候会去反思。免总互思想为影响来前进，林美君为设计开始，让大家看到资源循环的议题。那我们其实做的事情是体验的设计，再加上废弃材料的整理。那不会穿的里面又有你丢得掉跟你丢不掉的。那这个设定的是你不穿又丢不掉的。那这个其实是2件长裤变成的外套，再加上帽子。然后这个其实是把卫衣改成外套。牛仔裤穿久了，难免尺寸不合，或是想要换新款式，但旧的这条别急着丢掉，还可以交给设计师巧手改造。用这个材料的最大限度，然后还有不能浪费的角度去看。像我刚刚做这件裤子，就是完全没有浪费任何一丁点它的布料，跟我们一般的设计做法是完全不同。牛仔裤大家都很多，对，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不穿的牛仔裤来改的话，其实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会去拼接这些废弃料，让牛仔围裙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设计。因嘛含产业链手，市场循环经济影响力扩大。我们会想要先看它有什么废弃材料是可以加到这个设计里面的，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废弃布料，然后作为什么东西是否下次运用。左像这个其实是饭店业者，他们最容易产生的废弃材料可能是像就是旧的窗帘、床单这些东西，把他们那些要淘汰的就变成盥洗袋子。就是说，他自己的内部也循环。像这个是业者他找了设计师去设计了很漂亮的版型，让它主人的 T 恤可以变成宠物的
帽 T。那宠物又很特别，它应该是很喜欢主人味道的。希望这一件事情是可以拓展到各个消费者的层面，不是只是时尚领域或设计师才能做的事。就是你反反复复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思考有更好的选择，这样来去找到永续的可能。为影视时尚看到文创绿色的潜力，到底设计敢会当进一步翻转前慢的状况呢？塑胶是另外一项难解的环保问题。台湾一年有20万吨的塑胶容器回收量，当年等于140亿的手册杯。废弃塑胶经过再制作技术，翻新了后，成做文创焦点。记者背后这一整片平砖，平均1块就有500-600公斤重，由塑胶餐盒、手摇杯、牛奶瓶等等容器所组成。接下来经过清洗、粉碎之后，就可以踏上再生之路。塑胶脆片透过做粒机、溶解、冷却、切割，变一粒一粒的塑胶粒，成做实用文创的生产原料。像我手上的这个文具组，那这1支笔的重量呢，大概就等于我们1个手摇饮料杯。所以下次喝完1个手摇饮料杯，妥善的回收完之后，它就可以被做成这样1支彩色笔。早期再生材料品质状态都不会太好。那研发这边能做的就是去做配方的改制，然后去拓展他们的应用范畴。只要我们的再生料的品质做到位，那要有很好的环保价值，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塑胶再生，降低资源消耗，这是设计师特殊的理念。提灯有用塑胶做，它是用新的塑胶。我们光这样的碳排量就少了70%。这个瓶身是用100%的 PE 回收塑胶，瓶盖是用100%的 PP 回收塑胶。这个部分跟设计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当你塑胶设计的好，你好回收，可以重复使用，可以对环境不造成威胁，能够减少更多的能源，它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材料。在工业设计做20多年的韩世国。自2016年开始开发各种影视的材料，加入伊的工作室，规间的文创品一点拢看不出因真经轰动做本色。这个椅子它是一个可丽露造型的椅子，它是第1张，这个玩具大概占了80%。它用玩具回收去打碎，然后再用一个类似像甜点的模具，去用旋转加热的方式把它做出来。你会觉得说，它好丰富、好缤纷的色彩，那你就不会想说它是一个回收的塑胶或垃圾。挑战新款文创无限的可能，农业废弃物卖当变作餐具甲容器，将好滋味添半旁就得。这个是凤梨纤维，用100%的回收材料去做的，包含回收纸跟回收凤梨纤维。当初在实验那个凤梨纤维的时候，我就自己跑到家里附近的大型的水果摊。我就说我想要凤梨皮，他说可以，有看到很多凤梨皮很小，就把它捡起来，把它切碎，然后做各种实验，就在自己家里做。环保最大的责任是在于谁？工厂制作也好，民众使用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况。那如果你在设计端一开始考虑的时候，就把永续循环考虑进去，那是一个很重要、很棒的事情。设计师创作作品特殊的魅力。顺势推动循环经济，正做日常。文创产业最重要的，它就是要让你觉得，不要说它是资源回收的东西，教育推广杯子是环保杯，我用的笔是一个环保笔，或者我用的袋子，我穿的衣服，自然而然你就会感觉到说，循环经济的力量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带动你的消费行为，消费行为会往绿色消费的方式去前进。影视文创带动循环经济，敢会当趁这个机会活化地方产业地。阮来到伫新竹湖口地方创新木工的工厂，工艺设计团队运用文创卡数，结合森林固团特性，伊嘛想要尽一份力，解决地球的暖化。棒球是国人相当热爱的运动，但也会因此产生许多的断棒或是废弃的瑕疵球棒。现在经过再制，可以成为衣帽挂钩或是椅子，挥出循环经济的全垒打。
那像这样的球棒呢，它一年大概会打断大概2000到3000支左右，它就是完全就是只能进到焚化炉烧毁，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就试着想说，是不是能用这个球棒，再经过一些加工，变成椅子家里的挂饰，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棒的实木材料，树木补下来的碳都是存放在这些树枝身上，那如果你又烧掉的话，又等于把这个布下来的碳又排回空气。单位城和附近的学校甲社区合作，改变废茶送去焚化炉，传统命温。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料源哦，它多半都是来自从校园，甚至是我们丘陵地的果树枝条。那台湾我们初估应该最少一年会有上百万公吨的这样的料源。台湾其实每一年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工的这个疏伐。那事实上这一个料源就是来自我们花莲的柳杉。那这个柳杉它有很棒的一个精油的香气，它是可以抗白蚁的。国中小他们的旧课桌椅的这个桌面就变成了这个书架的两侧的一个书挡。那再加上整个书桌的原本的这个骨干结构，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书架。木工的工厂过去是木炭工厂，如今除了传统制炭机器，更增加技术价值加营销意义。类似校园修枝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先做分类，可以先做成木工家具的，我们先做成家具；那不能做成家具的，我们就进行碳化嘛。我们试着想说，它能不能跟植物结合，因为它的排水性很好，然后它其实表面又有除湿的功效。台湾的俚语上，就是碳跟赚钱的赚是同音，很多人都会选择碳盆栽当礼物。如果它只是单纯的燃料，它其实价值太低了，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可以提高所有的附加价值，然后给予它一些不同的创意思考。伙伴们，我们这个是在准备要做展用的是吗？这个是企业他们参展的时候想要放置的一个就是一个台架。那到现在我们累积应该有超过700位以上的学习者，有15位的匠人在这个地方被培训出来，它能够一年消化将近300到600公吨不等的料源，让它本来从废弃木的料源变成一张漂亮的桌子或者是椅子。自2014年，当个高家乡新竹的赵伟霆，请大家来木工的工厂报道，亲身体验循环经济。我觉得他们的 model 厉害是在于说，的确是符合就是循环经济的 upcycling 的这件事情。在新竹在地来说，对循环经济有兴趣参与的人来说，先有一个据点。很多这样循环经济的模式，你虽然可以在家都可以自己做嘛，你不用你自己去捡嘛，那都没问题。但是你做出来的那个 upcycling 的效益就不高，那它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可能有点像一个军火库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比较好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把地方创生看作它的背景，就是有产生一个绿色的就业机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更能够返乡回来说，我不只是要种田，我不只是要种果树，我回来是来做循环经济。文创产业积极探索营销的解放，专家认为上头法规循环经济会运作得更加顺利。但会遇到很多法规的障碍，例如说他去收这个树木，他不见得收得到，他收不到。为什么收不到？因为他们有所谓的清除业者的资格。回收处理的这些法规跟循环经济的一些促进的方面，怎么样做一些协调跟沟通？我觉得现在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把你的环境效益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去鼓励啦。好了，所以你等下先把它改成这个。为旧衫、打茶、塑胶废弃物出发，设计者结合环保理念，甲对生活创意的灵感，那反正消费的习惯，嘛带动地方创新。期待地球的资源会当永续生态。